Hello，大家好啊！關於 AI Game Jam 嗰個部分呢，我哋呢一段短片呢，會比較簡單啲嘅，就係一啲好初階甚至係一個 prompt 一句説話或者一個命令呢，都可以寫到遊戲。咁現時我用緊呢一個呢，叫做 Astrokey，咁啊係一個比較做咗1-2年嘅一個平台啦。咁啊，入到嚟呢一個 website 就 astrokey.com 就已經係㗎啦。咁轉頭俾翻啲 link 大家。咁呢一個 website 佢好簡單嘅啫，你入到嚟嘅時候見到一堆嘅人哋其他玩家做嘅遊戲啦，下邊呢亦都有其他做緊嘅嘢，或者係自己，譬如話我哋係華人啦，咁啊會見到一啲華人性嘅遊戲。咁喺呢一堆遊戲裏邊呢，佢會有左手邊會係一啲創作嘅地方，例如我依家想做遊戲，咁你有個 create，咁佢都驚你唔識嘅，佢都已經有一個構思喺度，或者呢構思嘅掣，或者呢就係好知道想要啲乜，就直接喺呢度打。咁佢亦都呢個平台最特別嘅地方呢，就係佢可以俾你，如果遊戲多人玩嘅話呢，佢會俾你分到利潤下。咁現時唔同嘅人都可以喺度登錄嘅，因為佢都係免費可以使用嘅。不過每一個遊戲呢，創作之後呢，大概要有10分鐘嘅時間，或者15分鐘嘅時間去等，跟住就會出咗一個 product 出嚟。咁之後可以繼續呢同佢去溝通去傾。咁我現時我自己都起咗幾隻嘅遊戲嘅。咁其中一個呢一個呢，就係星際加法，就係當日我哋早幾日呢做AI Game Jam 嘅工作坊嘅時候，佢所生成嘅，大概用咗10分鐘嘅時間。咁呢啲嘅遊戲最大嘅好處呢，就係佢整完之後，你仲可以繼續同佢傾去改甚至有咩做得唔好啊，都可以去執。咁右手邊都有啲唔同嘅設定嘅，係佢都幫你一齊去再做嘅一啲設定嚟嘅。咁令到個遊戲多啲唔同嘅玩法啦，或者呢就係生成出去俾人哋其他人玩之前呢，可以再有調節。咁呢啲其實係呢個平台一個好大嘅好處嚟嘅。咁呢類平台除咗佢之外，仲有冇其他呢？其實呢一類叫做 AI Game Creator 啦，或者 Developer 啦。多數都係 AI Game Creator 嘅。咁可以用 AI Game Creator 呢個字呢，喺 Google Search 呢，其實就已經有非常多。咁喺SEO 裏邊佢排最先啦，跟住仲有其他嘅唔同嘅工具。咁有興趣呢，可以去試，有啲會複雜啲嘅，有啲呢就佢都係叫 AI Game Creator，不過呢好似 GD Develop G Develop 呢一個程式呢，佢會比較大型啲。Laudo 呢啲都係佢會直情係接近去到專業級俾你去做創作嘅。你可以試一啲你覺得自己合適嘅。但係我覺得最先最入門嘅呢 Astrokey 呢個已經係非常好㗎啦。咁除咗 Astrokey 呢個之外呢，有冇其他嘅程式係可以按一啲命令佢都可以創作嘅呢？而又開始嘅時候係免費嘅呢？其中一個呢，就係 Facebook 投資買入咗嘅一個工具叫 Manus M-A-N-U-S，咁佢係 .im 嘅。呢個 website 呢個圖片。咁入到嚟嘅時候呢，我依家係中文啫，其實中英文都可以去創作嘅。佢現時呢一刻呢，其實佢都仲係免費嘅。但係佢要升級計劃嘅時候呢，大概每個月就$20月付，亦都會有唔同嘅費用價錢。普遍嘅朋友都會覺得呢，佢會比較貴啲嘅。等陣可以有啲平少少可以去傾。其實佢一嚟到嘅時候，佢有3個唔同嘅佢叫做功能啦。一個就最簡單嘅1.6 Lite，一個就1.6，咁叻少少。一個最叻嘅咧就係 Max 呢個。但係我哋依家呢一刻我哋要創作嘅嘢咧，未必需要太複雜嘅。我初我禮拜一嘅時候咧，就去示範咧，就係一個小學1年級嘅加減乘除嘅學習遊戲。我嗰陣時我做咗啲乜呢？我只係打咗一句説話嘅啫。我先要一個俾小學1年級學生用嘅學習加減乘除加減嘅啫，未到乘除嘅遊戲。佢呢就會自動喺度諗。
佢大概由嗰日測試去到做，佢大概呢頭先 outro 期係10分鐘啦，佢大概諗咗差唔多18分鐘到啦，咁佢就會出咗第一個嘅版本。咁佢亦都會做一啲截圖俾大家嘅。咁啊呢個版本你合唔合適呢？佢都可以再去修訂去再改。咁現時呢一類平台佢最好嘅地方呢，就係你見到嘅嘢，你即刻可以用對話咁樣同佢一齊去溝通，而所有嘅嘢呢，都係辦同一個平台。咁雖然佢係叫做免費，但係其實佢有限個 token 嘅。不過佢個 token 佢一次過俾咗一個數量俾大家，咁啊令到大家夠用一個tasting 嗰個時間啦。咁呢兩組嘅工具啦 AstroK 同埋 Manus 咧，就係初階裏邊咧比較適合去使用嘅一啲工具，而你一起步嘅時候唔使錢。咁喺呢兩個以外，仲有冇其他咧？其實香港人比較熟悉嘅咧，就會係用 POE。咁 POE 係咩地方呢？如果未接觸過嘅呢，就其實 POE.com。咁佢係好似一個百貨商場咁，喺佢入邊入到嚟去使用嘅時候呢，其實佢呢度有個位叫探索啦。咁啊，佢係包含咗好多好多唔同嘅大模型。咁呢啲唔同嘅大模型擺喺佢裏邊嘅時候，你可以用譬如話整圖啦。做影片啦，處理聲音啦、配音啦、text to speech 或者咧就係攞嚟寫程式但係咧佢現時佢送俾大家嘅用嘅量咧好低，最多都係攞嚟傾偈，傾2-3句就用完嘅。所以最終 final 咧呢個會即係需要大家去付費。咁我現時我自己係一個200蚊美金一年嘅一個 account 嚟嘅。咁大家可以大概有100萬 token 咁會有100萬 token。咁你哋可以去諗用一個咩起步位先。咁現時 POE 其實佢係好好用嘅，因為佢有太多唔同嘅功能工具喺度。咁我當日個示範呢，都係同樣即係1年級嘅一個加減乘除嘅遊戲啦。咁我用咗 GPT 5.6嚟做一個創作。其實現時絕大部分嘅呢一類嘅程式咧，都同樣嘅，佢都係中間有個對話盒，叫你同你溝通。你用命令式或者係同佢一齊傾談嘅方法咧，都可以創作到產品嘅。咁變咗喺個人裏邊咧，其實你可以試好多嘢譬如特別係AstroKey 呢一個地方咧，你可以做，因為你淨係需要等待嘅啫。等待佢10分鐘至15分鐘創作一個遊戲。咁而個風格你都可以命令佢去講，譬如啲 Minecraft 啲嘅風格或者啲食鬼嘅風格咁但係確實比較難去調節嘅，因為佢係靠自己佢諗到嘅去創作。呢個都幾好啊！本草記憶做啲中藥嘅嘢咁有啲人就會中意做自己嘅項目啦，咁亦都有啲人咧就會做多人用嘅項目啦，咁睇下邊啲係大家個目標啦。咁喺 POE 裏邊咧，其實個過程甚至內容題目咧，佢哋都可以，佢會幫你去構想去諗晒㗎啦。咁你要去調節嘅嘢咧，唔係話非常多，咁但係可以同佢用溝通嘅方式，例如我哋用兔仔用蘿蔔啦，咁樣你做得唔好呢？咁呢啲亦都可以去做。咁最終呢，我哋嗰日做少少測試呢，咁我哋最終呢都做咗話一個數學小勇士，一個加減乘除嘅一個遊戲。咁成個嘅過程呢，其實佢都係10分鐘，佢快啲嘅，佢10分鐘內但係我呢度總共用咗呢係0.5美金嘅 token。咁但係0.5美金 token 咧已經唔係免費嘅 account 去用，都要付費嘅 account 先可以用到。咁裏邊可以做加法啦、減法啦，或者加減混合啦，俾佢哋尋寶，有10條嘅題目。咁全部都玩得㗎啦。咁而喺最終你完成咗，你想俾其他人玩，即係唔係 game jam 嘅過程，但係俾其他朋友玩呢，可以就撳一撳呢個發布。
咁啊喺呢三樣嘢裏邊咧，Astrokey 同埋POE 兩個咧，佢有個好特殊嘅好處嘅。Astrokey 呢一個地方咧，你見佢有個佢有個位叫 earn 嘅嚇。咁 earn 嘅意思咧就係你只要符合一個規則，咁啊呢度規則就係十萬個俾人玩嘅次數啦。咁你就可以同佢分利潤嘅啦。咁POE 比較特殊啦，就係有人使用啦，或者咧就係你唔一定係做遊戲啦，做其他都得嘅。不過遊戲嘅速度快啲，咁個過程裏邊咧佢都可以有個創作者收益嘅。咁啊，譬如我呢度有$100嚇，咁啊佢用我啲唔同嘅工具嘅時候會收到。譬如我依家呢個叫 Presswriter，咁啊係做新聞稿嘅，咁啊唔係好多人用嘅啫，有4個人用，但係都收我20幾蚊返嚟，有啲多啲人用下。咁所以喺嗰個嘅過程裏邊呢，現時AI 創作遊戲唔一定要出去Google Play 啊，或者出去其他平台。咁啊喺呢啲小型嘅創作平台呢，都可以有營收嘅，不過唔多，但係起碼大家創作咗之後，大家會開心。好，第一段片去到呢度。